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的好好运动这个单元哈。咱这个单元呢，就介绍那个枪支太极拳。哈，今天我介绍的就是进步板篮锤，进步板篮锤哈。那讲是看过咱节目的乡亲朋友，可能对那个就是呢，唔好讲感觉讲当生分，之前是介绍过。不过呢，咱相反哦，每一个招式哈，咱接接拿出来练哈。若是看过的乡亲朋友，咱练相反啊，天头呢带了个进步板篮锤的动作啊，让乡亲朋友了解。好，咱了呢，我做那个进步板篮锤之前呢，咱来从那个弯弓射虎开始接落来哈，来弯弓射虎。过来，进步板篮锤，那个做脚先不用拍咯，刷那个就收到这来。做到两手就进步板篮锤哈，好，收到这来。咱了讲哈，叫来动作，用学进步板篮锤。好，方向相反，第一路呢切线达到左手偏去。咱听讲过啊，那个弯弓射虎，咱脚步是进脚是斜45度，好，刷到个。了打进步板篮锤，左脚先停动下，将个上进脚。那进脚呢，你上到那个平面，你进左手边的方向。当然佢係打出嘅，先出了後呢，左腳上到了進的方向，上到左腳，身體呢飛到正前方。所以呢個腳步唔咩易複雜啦哈。能夠看下腳步呢個時呢係切30先同身體曬到正腳，左腳呢不用去強迫，刷到個腳趾略略拿起來，唔好拿太高啦哈。佢呢佢離開那個體就縮縮到好，刷到個呢，岩石踏到將來，身體收到將來，順勢那個左拳變掌，但身體呢收到左手片，所以那個兩隻手呢，但身體向下倒將來，到了呢，正腳不用起咧，刷到個正腳先收住，略略收起來了後將個飛一個細人球，佢踏出來嘅時咱腳趾打開向膜背，向那個正手片斜45度過來，身體曬到正腳，你左腳將我哋出去嘅時用腰帶兩呢腰轉過來嘅時兩就其他嘅動作你上到前面。腳踭先凸起啦慢慢呢，搓那個前腳，那個拳將送出去，所以你切每而家係切30，切30，你係腳步刷到話，看你手手嘅動作你看那個正手二的時搓到正腳，左腳拿起來了後。個搓到將來左腳，正手呢，挺身體飛落來，將個挺身體飛出去，你飛得夠強冇拿太遠了了挖，繞嘅順向過來，飛一個細人球，拳頭收到個順向，冇跌撇咯飛過來兩邊去。左手呢？左手身體轉到左腳嘅時叫變掌，天天呢，
田的腰带过来，佮上那个颈脚的时，身体转过前面，你左手飞过来按那扳，左手呢挖过来，你按那拦，刷落来，然后呢重心，田颈脚送到左脚，你按那捶，顺势同安尼呢正拳送出来。 送出来是胸款哈，摸呢送一按气了哈，差不多呢，你是个弯吐，身体胸款摆正，啊，你大概70-30，个要求都差不多，啊，你呢跳哪点呢，去做下点，啊，尾闾呢收入去，身体摆平摆正，好，安尼你来看哈，来，智慧同学来做一遍。 同弯弓射虎都来个进步班篮锤。好，二，好，左手脚啊，左脚踏到转来，左手按那扳，左手按那拦。接下来，好，倒头前你按那锤哈，啊你。 左手同右手哈，略略含起，哈，唔好分得开哈，略略含起嚟哈。好，休息。我哋請那個右心同學來做一遍啊。彎弓射虎，好，進步扳籃錘，一，好，二，晒到將來左腳。 3，正腳個處理4，將心扳攔哦，過來曬到前腳鬆拳頭處理，然後捶，好，進步扳攔捶，好休息。好，你啊個就是個重點哈，你啊是係安尼呢，太極拳個進步啊，當然。 你個進步同，可能之前介紹過嘅進步扳攔捶係相關嘅啦哈。問題呢，佢同前一式接到量嘅個夠強冇相關啊。然後呢，前一式你係彎弓射虎啊，所以佢要同彎弓射虎接到進步扳攔捶嘅時，你個轉變可能是啊了了去體會下哈。 你看，二嘅時候，先氣息分清，這個腳啊，先平拍，用正腳去刷落來呢，彎正腳平拍，吹到左腳去，啊，其實你係一種嘅以退為進嘅方式啦，啊，不能啊正腳到前面，對方來呢，走到後背來，啊，佢嘅用法啊，差唔多就係你啦。 所以，咁樣就當清楚嘅一個變化啊！先潛落去哦，走到後背來，將個上去一個扳，一個攔，一個捶，個捶出嚟。所以兩一個變化哈，算一個係一個心法嘅變化啦哈。然後你過來，慢慢看彎弓射虎，到人家進步。 扳攔捶，個心法啊，很順順變化，你慢慢嚟做啊，來，講下啦哈，彎弓射虎哦。好，聽講啊，你係一個以退為進嘅方式啦哈。第二啦，喺你個動作啊，嘅氣勢嘅變化當清楚。第一，正腳sit，左腳起。第二，變過來。 左腳sit，正腳起，啊，身體停，跳前，走到後背來咧，3嘅時候，馬上哈，正腳個正過去，順係是上去咧，扳攔捶，好，所以佢哋啊，有個同嗰個步法嘅轉換哈，當身法咯，好，過來看一段啊。 進步扳攔捶，一、
2、3班人吹。好，所以呢个动作呢加做几摆，我感觉呢个变化，我听讲啊，太极拳系统式，哈，左手同正片，前面同后摆，哈，左脚正脚，佢啊每一个时间，佢综合要调整过来，系统式的关系。好，安尼了呢，听那个单边哦，直接熟了了哈，来单边。下式哈，上步齐心，退步跨虎，转身摆连，弯弓射虎，进步斑斓锤。好，休息啦。好，你啊，团安尼练起来啊，其实第摆就一到九十头了未哈。啊，尾度呢，过来分乡亲朋友哈，那个重点啊，更加清楚。安尼了啦，过来慢慢来做一道，那个气息让先变，安尼啦，他做的时哈，开始啊了了，去。上下哈，后来停那个单边哦，看你第3式了哈。下式的时啊，身体开始变化，停高啊，倒地，过来上步齐心呢，几个变虚步啊，退步跨虎，几慢去变。虚步，转身摆连的时，跌左脚啊，停下，飞过来，身体起降，摆连，脚趾了了，飞到手指，弯弓射虎。好，身体了了出来，天头大将来。进步斑斓锤，手指裂开，气势变化，不上铺，好，休息啦。好，安尼金比哈，安尼那个进步斑斓锤，这个重点啊，主要啊。喊起安尼用腰为带，让顺本安尼动作做到顺利，安尼强化气息分清，身体摆正，啊，身体摆正，气息分清，身体摆正，不用轻松。也是安尼做太极拳的时候，所有重点地摆，综合要注意啊。过来，头拿，顶头旋，好，过来，以退为进，这样能个进步进前，你轻巧，我先推下，啊，虚实分清了后，将来进步。所以咱那个太极拳脚步啊清楚，啊个手法嘛是来只简单。啊，希望呢乡亲朋友在这节目当中哈，使得呢当简单同人强下来学到太极拳。安尼今比嘅介绍呢就到了尾哈，希望呢下一集继续来收看咱个好好传统嘅单元，罗拉大家。